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，撒母耳记上卷15章32节到34节，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道成肉身。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基础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。道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不同层面的意思。原文 logos 意思就是上帝的话语，而上帝的话在创世纪则有创造的能力，因为上帝说有光就有光了。因此我们知道这个道是指着上帝的本身，也就如同约翰福音第1章一开始就明白的阐述这个概念。我们先从上帝的话语来思考。上帝的话语也就是他的命令，他的旨意，他的律例。人呢，领受了上帝的话语，就应当要去实践。但是我们看到扫罗王则因为刻意的违背上帝的旨意，虽然他说他是因为害怕以色列人阵中的军人而违逆了上帝的命令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像这一种怕人而不怕上帝的心，是上帝所不喜悦的。撒母耳记上卷15章32节到34节，撒母耳命令说，把亚甲王带到我这里来。亚甲战战兢兢地到撒母耳面前，心里想，死亡多么可怕呀！撒母耳说，你的刀曾使许多的母亲丧失儿女，现在你的母亲也要丧失儿子。撒母耳就在吉甲的祭坛的前面把亚甲斩了。后来撒母耳回拉玛去，扫罗王也回基比亚家去。从那时一直到死，撒母耳没有再看过扫罗，但是他为扫罗悲伤。上主后悔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王。扫罗王就是这样的违背上帝的道，因此就被罢黜了。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的意义，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。道成肉身从约翰福音的观点来说，就是上帝成为人的样式。所以福音书当中，我们经常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自称为人子。他之所以这样强调，就是说明了他从上帝看不见的形象成了看得见的人子肉身，用以表明上帝那以马内利，上帝同在的应许实现了。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9节，宇宙被造以前，道已经存在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在太初，道就与上帝同在，上帝借着他创造万有，在整个创造当中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造的。道就是生命的根源，这生命把光赐给人类，光照耀着黑暗，黑暗从来没有胜过光。有一个人名叫约翰，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，他来为那光作证，要使大家听见他的信息而信。他本身不是那光，而是要为那个光作证。那个光是真光，来到世界照亮全人类。这个道成了世界的光，要照耀在世界上，使人因为看到这个光，就能够亲近光而领受救恩。诗篇23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亦无缺乏。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安静的溪水边。他使我心灵复苏，他照着应许导我走正路。纵使走过阴深山谷，我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
你用杖领我，用棍护我。在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待我如上宾，斟满我的杯。你的恩惠慈爱终身不离我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中。谢谢道成肉身的主赐下以马内利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借着接受他而领受主的同在。上帝的话语，永恒的生命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